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初5，箴言10章80到90安尼讲：心内智慧的，要听受命令；嘴讲戆话的，袂失败；行正直路的，行踏安稳；趁弯巧路的，袂落陷。三甲来祈祷，爱愿心内智慧，听受你的命令，行正直路的天父，愿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永无改变、全知全能、圣洁公义的上帝。你的智慧远过诸天，你的慈爱线到永远，你的信息广大无边，你的怜悯日日换新。主啊，你是阮生命的根源，是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主啊，愿感谢你，你要引带阮行伫真理到活命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将属天的智慧赏赐阮，互阮无靠家己的聪明，乃是凡事追求你的旨意，欢喜顺从你的命令。主啊，求你帮助阮，心存智慧，来谦卑领受你的命令，互阮听从你的话，遵从你的教示，接受你的管教，互阮的嘴无讲戆话，互阮行伫正直的路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